是真连长，愈讲愈连长。大家好，贵宾。大家好，我是文轩。咱今仔日吼，足侪人来，这个乐团吼，我自你外花絮，我就开始听。为什么？因为其中一个主唱，伊是咱的花絮的主播。系啊，这位呢，刚才就会明显啦。伊是花絮的主播。第一个，咱来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陈武杰。大家拢做，大家拢是笑啊！你慢慢来食，哇，我觉得。大家好，我是7万干，7万干，好，啊，后一个。大家好，我阿妈拢叫我翔翔，想想，啊，我叫詹永祥，詹永祥，我是弹吉他的。英雄啊，叫做英雄。安尼唔就要欢迎了 T-Tech。啊 ，T-Tech。我相信人袂记讲。团名。对 ，T-Tech 的 T-Tech， 你是即伫即个乐团内底偌久10年。10年，我来花市6年，所以我一来，你就咧唱歌。我有2个主唱，一个是伊啊，任燕。阮阿妈拢叫我戆健。戆健。有啥物戆健？我细汉时就看起来咯，镜头，袂歹呢吼。啊，佮我想要问一件，就是讲吼，你平常时啊私底下除了乐团以外，你工课是啥？我即马有淡薄仔像伫咧做记者，哦，记者。然后阮是伫咧写关于 NFT 甲艺术的新闻。啊，英雄的。我伫教吉他，一个吉他老师，就是你咱私底下是安怎熟识？阮是伫咧一个音乐教室，我较早伫咧迄个音乐教室是咧教吉他的。啊，你较咪熟悉是因为？阮是伫咧脸书，我就看有一个人，逐工拢伫咧弹吉他，啊，那个安尼联络，啊来就熟悉。对，而且伊当时我看到伊的时阵，伊搁伫咧日本，我搁特别去日本甲找去耍佚佗。应该是去佚佗是耍找，对，是安尼。是耍看卖伊。哦，讲一下恁较新的这张专辑的一寡问题。有关这张专辑，就是正常人的条件。伫恁之前其实有出过一块专辑叫做《正常的生活》。啊，对这2张专辑当中，敢有啥物款音乐风格的改变？正常的生活应该较民谣一点，但是因为庄宇杰内心你是 UJ Rocker， 他就希望我们这一张摇滚一点。然后其实加上我跟永祥其实也蛮喜欢摇滚的，然后他非常执着在那个吉他的一些破音，就是比较破的音色，那其实听起来也会比较摇滚，所以有永祥的加入，这张事实上就会比上一张听起来更摇滚。哦，所以永祥伊是一张专辑伊较加入，嘿，两个拢是咧讲，比如讲正常的生活、正常人的条件，你有要表达啥物概念？阮想要表达的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存在做个人，每个人拢是正常的人，无正常，无啥物无正常。我想要问一件，就是讲吼，整体专辑内底有一条歌叫做《离宇宙更远的地方》，我家己本身我是一个动漫迷，条歌迄个名拄啊含比宇宙更远的地方有讲一个名，有啥物？因为我嘛就介意迄个。漫画，因为他们就是有去南极找妈妈，就是一群女高中生，然后他们自己筹钱去南极的故事。那南极是一个很难到达的地方，它又属于整个世界，所以他们就觉得南极是比宇宙更远的地方，比宇宙还难去到。然后我觉得这个意象或者这个旅程，或者是这个去寻找，不管他是寻找梦想或者寻找妈妈的这个过程，蛮浪漫的。就像庄姐讲，有受到启发，就把它写成这首歌。啊，不过我想要翻过头，转来问一个问题：是安怎去调0609会叫做0609？敢有啥个生日是6月初9？有，我的好朋友，因为我们那首歌写的日期就是在2020年的6月初。哦，而且写词的人敢若是伊对啊编曲是咱。其实就是即摆有一条歌，就是叫做龙调，对龙调，伊有入围即摆的金音奖的最佳摇滚乐曲。所以我想要问讲，迄当时啊，恁咧写即条歌的时阵，因为我感觉规条歌听起来就是真 rock 的感觉。啊，毋过到上尾啊，就是有请台语主播、英语主播来录一段台语的广播，就是有讲你做人做甲安尼，啊，毋过哪会好康的拢无你的份，是安怎当初是会有即个设计？因为头前就是真 rock，啊后壁就是加一个广播。就是讲吼，人会起
会落，人声会有转折。哦，他那个歌头景啊是比较快，噔噔噔噔噔能够冲到前面，然后中间有一个 break， 啊那个 break 之后我们速度就减半，哦，啊减半之后就转换一个场景，啊转换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就像浪退了，本来可能打过来，啊最后那个浪又起来，啊浪又起来之后我们就搭配那个广播放在那边，这些广播就是讲它是一个叫做阿朗的电台，它是以前的那个南部的地下电台，南部很多地下电台就是可能那个计程车司机啊，或者是大家开车会听嘛那种电台，然后它就是那个电台会接收大家 call in 诉说一些烦恼，啊那一段其实就是说那个电台主播在跟他的听众就是回答他的一些人生的疑难杂症，就跟他说你这样子人生一辈子都要努力啊，你怎么都忘记要享乐、要休息、要快乐。所以齐云伊迄个时阵就是一个电台主持人的角色。伊捌做过电台主持人。哦，捌哦，嘿，这个。啊，不过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头拄仔讲到迄个算是替人家要求的广播电台，你敢有看过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有啊，我有看过。哦，日本读册。歹势。我看着册嘛有看。哦，东野圭吾真正伊册袂歹啦。那就来看册。一景是小说家呢。细汉的时阵。细汉的时阵，是捌写过啥物？奇幻小说，故事就是讲有一些龙啊会飞啊，有骑士，然后有魔法师，有一些宫廷的斗争。我那时候那个早熟。这敢若就是迄种日本定定的轻小说啊，轻小说名作长啊，会到最后改编做动画款型。那个，因为那个是我国中的时候写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喜欢魔戒，然后冰与火也有啊，哈利波特也有。所以就去投稿，所以就家己有去写，啊投稿都无对。有对。你看，你真无礼貌啦！出版，网络可以找得到，搜寻他的名字。叫啥物？跟大家讲起来。叫做索兰，索是一个索取的索，兰是山兰的兰，那个主角的名字。早熟哦！伊高中写这个，你高中在创啥？我高中妈妈10块，妈妈10块。高中咧写小说，说来，我高中嘛是咧拍拼读册啦，我即马哪会当来华视做？个人的。Later。等下吼，咱要来算一个游戏，咱等下来进行咱后一个好耍的游戏，叫做团圆。团圆大，这个游戏就是团圆大考验，就是三个人拢爱摕一块白板，用白板笔甲家己的答案写起哩。啊，看有共款。好，来，咱来。来胜。耶！即摆进入第2阶段，即摆要来问头一题，上练团的时阵上接几度？嘛是当写家己啦。可是我们都很准时哎。啊，来，算到3做伙甲迄个。我袂写。啊，你进来。啊，来，1、2、3，没有雨洁。我写没有。就每个人都。伊写无，啊，伊写无，我写无。安尼算因对啦。第2题哈。一样。团圆当中，谁的性地上好？好来哦。好。1、2、3，想，啊，伊讲伊家己。哦。我因为你安怎？高雄来。高雄人哦，台人、高雄人、屏东人吼，拢会较自我的意识。台人就是好，我高雄就是好，我屏东就是好。你台北人吼，拢甲我去食屎。我很喜欢讲。你唔安尼讲啦。我很谦虚哦。一块专辑内底上介意是倒一条歌？来哦，好。 1、2、3。哦，这条我真正最介意。忠于自己。控6、控9，我嘛嘿啊，伊拢写控6、控9。嘿啊，来最后一个。好来。你问啦。后一张专辑，敢会够想要唱台语歌？好来，1、2、3。哇，耶！很厉害嘞！怎么写的？你都写日语呢？我是讲哦，伊会写日语。嗨，所以你甲伊放假，啊，伊会晓讲日语，啊，恁两个平常时啊，敢有啥物这种话题顶悬的考虑？我们都比较聊吉他效果器，要买哪一把琴，要买哪一颗效果器。
无怪我进前咧看因的 TikTok 诶，看迄 Instagram 有无？我拢看无因咧写啥，因为因就去甲起航，讲到一个点赞就赞。我想讲，系啊，阮哪会拢看无？伫咧访问进前，就是爱看一下恁的资料嘛。咧看的时候，看拢无。对啊，我就想讲，系啊，我。啦，安尼咱今仔访问到这，咱多谢 The TikTok 来甲咱第一年灯。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看第一年灯，拜拜。